大家好，大家好。上一集我哋啱傾過關於中共嘅七司九局同呢個507所嘅一啲嘢，現在我哋繼續嘅深入討論與此有關嘅一啲話題，就係為乜事中共要對藏傳佛教同呢個法輪功要打壓，以及到底佢哋仲搞咗咩嘢神秘嘅研究，我哋都可以從中嚟睇到中共佢呢個無神論嘅呢種國家點樣會咁痴迷於呢種神秘力量。首先我哋從一篇文章開始，就係當年嘅呢個美國有一架飛碟，就係 UFO 跌落嚟，當時引起嚟包括中共、前蘇聯嘅呢種情報機關嘅興趣，並且美國就從嗰陣時就開始對於呢種外太空生命進行研究，並且設有專門相關嘅研究機構，並且就係我哋熟知嘅呢個神秘嘅呢個521區，就係美國嘅佢哋嘅有相關嘅人嚟專門研究呢個飛碟同呢種不明飛行器嘅呢種事件，並且佢哋應該都係有呢種外星生命嘅呢種實質嘅證據，只不過佢哋把佢哋變成嚟國家機密。就呢幾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嘅資料都表明，包括佢哋自己、中共、蘇聯都有喺呢方面嘅研究。但係喺呢個中共嘅研究方面，佢哋就主要係要使用呢種神秘力量嘅對於民眾嘅呢種控制，以及進行外太空嘅非常機密嘅呢種科學研究，包括就係我哋熟知嘅呢幾年搞到全世界都亂十嘅呢種病毒，實際上就係有中共嘅航天部門喺外太空培養合成冇同嘅呢種，就係細菌基因同呢個相關嘅呢種病毒，全部都係喺外太空，都係有呢個當年嘅呢個相關部門研究嘅，並且係實驗成功嘅。所以本身按道理嚟講，包括禽流感，冇可能喺唔同嘅物種牛同人身上去發現呢種，肯定佢哋係做咗咩嘢，我哋冇識。呢種跨物種嘅呢種感染，肯定佢哋就係喺呢種方面有深入嘅研究。因為喺60年代，中共曾經就使用最簡單嘅技術，把呢個禽蛇孖怪呢啲嘢可以冇受精就可以生出嚟，所以佢哋喺呢方面嘅研究係非常之深入嘅。加上佢哋又通過情報部門收集到蘇聯同美國嘅相關嘅呢種情報，至於佢哋有冇有喺呢方面嘅合作，我哋都不得而知，因為但係都有可能。為乜事呢？因為70年代時候，中情局嘅中國組組長就係後面成為美國總統嘅呢個杜石家族，所以佢哋有冇有喺呢方面嘅合作，
我哋都冇識，因為都屬於國家機密。但係我哋推斷佢哋肯定有呢方面嘅研究合作。通過中國拍攝嘅好多好萊塢嘅呢種外太空嘅電影啊，咩嘢都有一啲啲影子，表明佢哋喺呢方面係有合作嘅。特別係今次去年10月份上映嘅呢個《七子九國》，其中佢哋嘅好多情節實際上都係真實發生過嘅。並且佢哋有講到一個問題，就係呢個礦係咩礦，佢冇敢講。但係實際上，如果我哋去查，我哋可以發現呢個礦實際上就係生產中國第一粒原子彈嘅呢個油礦，係代號係做701，喺中國廣西。所以佢哋喺呢個礦上面挖出嚟嘅油就係產生嘅呢個原子彈。佢哋喺相關嘅科目上面研究到咩嘢，實際上都係而家通過佢哋公開嘅資料，我哋都可以揾得到，就係喺生物多樣性同呢種核武器對呢啲生物嘅變異嘅呢種研究，佢哋係有嘅。所以從60年代錢學森佢帶領佢哋對於核彈、氫彈嘅呢方面嘅研究，到嚟改革開放前80年代，佢哋又跳到呢種氣功領域，實際上應該係有關聯嘅。所以中共通過佢自身嘅研究，包括通過從美國嘅呢種情報嘅收集，從前蘇聯嘅情報嘅收集，等於係講佢哋係有呢方面嘅成果嘅，只不過係外面嘅人冇識得。通過今次嘅七子九國呢部片，大家實際上係更加可以睇到佢要傳達嘅一個信息，就係呢幾年嘅呢個 COVID-19 實際上唔係地上嘅嘢，係來自天上，係人為嘅，並且加人類不可告人嘅力量產生嘅一種超級病毒。所以好多事情我哋冇刻意好似講啊呢啲片啊真係假嘅，嗰啲呢種啲劇作家即亂寫亂估嘅，唔係。就好似好幾年前有部片係講呢個流感嘅，每個人去睇，並且評分又低。但係當全世界發生咗呢啲事情之後，好多人又諗哦，好似係咁。並且佢好明確嘅就係豬嘅流感就同呢幾年最大嘅呢種流感係同一款。所以有啲時候我哋要好留意呢啲藝術片，實際上都係來源於生活並且高於生活。多謝你聽我今日嘅呢種話題，下一次我哋可以再繼續傾。歡迎你哋點讚轉發，有乜意見都可以留低，鬧我都得㗎。感謝你嘅收聽收睇，拜拜。